今日花莲地震嘛造成东华大学实验室大火烧，理工学院是规个烧了了。学生宿舍即马天棚嘛崩塌落来，有1700层的学生即马爱暂时搬出去。 建筑外壁规个乌麻麻，花莲东华大学理工学院建筑伫测试地震了后，因为化学物质倒去引起火警烧1公半。即马实验室亲像废墟，真侪研究资料也烧了了。为空气画面中看到规片破过的景象，也毋过校园灾害，毋那是一栋建筑甲一场火灾。 今日宿舍区真侪所在拢因为管线破去出现漏水的情况，那学生的宿舍房间也会当看到天棚不品拢刷甲龟头卡，就像拄啊经过一场浩劫。掉下来，然后还有水管有破裂的，然后房间淹水。那目前这2栋是没有热水。我们可以提供给学生非常完整的宿舍设备，结果这一次来，我们有1700床无法使用，有接近300间的厕所，厕所管线全部错位。 原本真僵固的宿舍环境，正做头前难题。另外，防烧掉的建筑会进行拆除，搁伫另外所在新建化学馆，整体财损初步估计5亿。以现在的火烧状况来评估，那势必要做拆除。初步的建议就是立刻在我们的原址旁边新建一栋化学馆。 学校决定先自救，各向外界求援，也希望政府单位甲各界会当提供协助。那这场地震会当讲是全台有感，依然上瓦近华联的恶化国手。天棚轻钢架灯光落到龟头卡，态度也落去。好在在全校教室迄当时无学生伫内底，保证建筑先暂时封闭。那一栋我们会封闭，其他不会影响到。 教育处表示，依然有47间学校因为地震受损，也毋过财损金额也有待评估。经过安全审查了后，初步判定无伤害到结构安全，也无立即性危险，学生会当登去学校上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